诶，各位，我咪歌冇聲啦。各位聽眾，歡迎人在這對來收聽檳榔福建的幾個節目，幾個歌手。這禮拜喂幾聲走去搭到下？你冇 label 咩？係啊，當今我都在這對來講，你話後尾未見我食。幾個歌手了，這大概介紹我特別嘉賓人生，特別嘉賓呢，都是 Clubhouse 入邊嘅豆嘅歡迎。Clubhouse？唔是YouTube，唔是 Facebook，唔是嗰啲叫咩Google Meet。我聽緊講佢，我對住 Google Meet 會到嘅阿龍。你好，個他三laksa。大家好。當今晚去 Google Meet，Google ห้อง唔是ห้อง Google Meet 嗰啲 Club Deck 嘅 Clubhouse 嘅南西歡迎。大家好。แล้ว南西是當面請佢佢咧嚇。好啦。แล้ว佢半減啲。走咗喎，人嘅事走咗喎，半減啲。應該是啦，已經困咗啦。困咗啦。半減啲九三字。Hello，個阿波別使講。Hello，個อาหาร歡迎。Hello，大家好。แล้ว這個禮拜咧，我是會嚟講第一啲，後尾一道我講幾個數，講一道就八道冇幾個數英文。阿龍嚟講你嘅幾個數，即是話本來學見後尾一集幾個數。阿龍冇 update 嗬，頂佢節講 update。我就梅灣啦，就梅灣。我頂佢節講佢出嗰陣時錄嘛，你係出嘅幾個數嘛，講係 video 呀，尋係你走開物件，特別當隻。有啲講最近日我錄嘅，講話怎麼冇落掉嘛？對啦，我走卡這邊嘛，我走卡，我常常我係聽到你尋啊、杜啊。橋人喺聲，安尼聲啊！我哋聽，我聽，就是我房間啊，我哋房間我聽到聲啦，我驚去走卡，佢無看到半行嘅喎，我做無代無事嗰啲拗嘅刷嗰時，伊頭姜做乜事叮當啊！我按掉腦，我都是無明白嘅啫。阿龍，我就未咁樣問。你講下，你是講無大無數還是無數無大？我講無數無大喎。無數無大會使啊！我是講無大無字啦，有當時。哦，我是講無數無大。OK，你講。actually 無數無大，無大無數，無數無大，無數無大，跟一人講開無數無大。哦 ，OK。我想我覺得是講關係嘅，我未 make sure 嘅。OK，來。常常我聽到伊聲，伊盤叮當嘅聲，你無叮當嘅無地準無吧？伊盤種水叮當，我按掉那我就是無明白，我就是真生氣嘅，無鳥出無爸爸下面無嘅。真正零零哩哩嘅，按出伊叮當我無明白本咋？你我見下。呢就上特咩本咧？係咩？咕咕一擺係咩？伊唔是咕咕一擺咯，伊咕咕一擺一有我就斜驚者咯，咕咕一擺咯。我見下日咧，人哋即是我度頂咯，等於我度頂我手嘅，我度頂頭頂是我 laptop 咯，係啦，我是嚟 display 呢邊。OK，我 share 你 screen 台人，其實咪看 YouTube。OK，我俾人做可能。我要 share YouTube 好像。我個俾可能講，我俾我電腦可能看我自己會啊。了，我直到頂，我到頂對面有一排物件咗，就是講我到頂是一個 working table 嚟 study table 嚟，伊對面有一個compartment喺頂面有嘢，所以我係使下物件，然後係一段倒喺一邊，所以我有一個 compartment 喺頂嘅，對面有一個 compartment 嘅。係咯，你好，佢哋見住你學生會數咗。
然後正邊啊，今日這是我嘅 dining table，我有一個 dining table 這邊，我今日刷過來這邊食櫃啊，然後我就冇物件要做，所以我變過來邊做，然後我隻阿妹是我嘅正手邊咯，到頂嚟本啊，我做這個物件點時，我阿妹就是目睭看袂到嘅嘛，我其實這裡好真奇怪咗，我紅眼睇到有物件叮當嘅聲咗，啲我到頂位嘅咗，伊是有一項物件刷啦，還是有一項物件加流落來聲嘅咗，伊就成個所我成個，安尼聲咗，有一個安尼。安尼聲就，有物件安尼聲就，所以我就聽到了，我就變頭過來咯。然後我無物件，我就猜講佢啲聲是倒落來嘅咋。然後 immediately 你就想到講想加你走卡嘅聲。我想到咯，我想我就怪啲，我後面物件加漏嘅聲，拔刀嘅聲，我看無物件叮當到啊，又無講有一個物件拔刀嚟嘅時候冇啊。我是奇怪，講後面數有後面按照有嗰啲聲，我按到那我都唔知啦。啊，第二日時頂一個禮拜咧嗬，因為我阿妹當然韓國嘅點解10點半咧，我是有一個 course 我阿妹，所以我阿妹嘛10點半啦起 course 咧，係咯，我係頂面有一個compartment啦，人講啊，我係compartment咧嗬，有一個 picture，一個 drawing 啦，有時一個 frame 啦，迄個 frame 有一個卡掉，變拄掉嘅，一陣卡掉嘅就，所以是用小英，伊唔是小英，伊是個圖咧，我朋友畫嘅圖咧。所以我放擺水嘅無物件，我放一個圖這邊咯嗬。係咯，你嗬，我呢圖頭前咧嗬是有一罐細罐嘅物件嘅就，我諗過，這裡我有一個迄個蛇果子啊，係咯有一隻比基沙噶，冇物件啊，我有一個笨蛋喺裏邊困掉啊，啊，我就是for fun嘅，冇作用嘅。冇咩意思，係咪是講 pixie 啊上面啦？對，我我叫到一個啲罐。所以我嘛第一擺水因係條係啲倒頭直咯，然後我係啲倒頭直，一倒是一倒是時時格格，哇諗看，一倒是這裡是這條倒咗，所以阿妹時肯定都能徛掉咯時候，一倒是咯，能徛掉，所以我嘛可以徛掉咯，因為你用掉，用掉我嘅人，所以一直對面咧徛掉了，然後我你怎麼係一個物件咧？我是係啲倒頭直嘅，啲倒頭直嘅。你好，頂一禮拜咧，我無得無數啊，我無識就無幫下，我哋聽到我先生講話咧，伊倒紅噶嘛，擼來，你看，哎呀，吐落來其實，一隻撲嚟啦，一攰個物件，掉我頭隻眼，拔到頭殼，拔到頂個眼咗，我是知道，有嘅，前嘅我就無，我手冇無動掉，我到頂咗，我手係掉喺禮拜個眼，聽到我先生講話，伊做咩數伊係叮當到伊攰掉聲，除了一殺掉佢哋，好死啊，好死啊！我哋嗰度邊其實，所以我哋時常就講唔使是隨隨俾你隨話。所以嗬，咱就慢慢講，這是咱後尾就隨便咧學嘅 episode 咧嘛，其實唔是嘅，把刀擼下邊拿嚟拿鬼拿字啊。啊，是咯，我同你講過一個過幾年嘅話，過幾年嘅就，所以我係知唔是同人講佢哋歌數鬼牛咧，佢講落音鬼牛啊，我用佢哋。YouTube 嘅歌詞講可能聽得佢啊，我胡咪死㗎了佢咯。嚇！對，我冇講對，我就是在拍數嘅人講，你講啫。你甲我講，你冇特別咧學嘅錄音冇講對。錄音是你冇講對，是 after。我有夾馬上人講，because 你甲我講嘅。share 喺 Facebook 嘛，一俾係你劍湖。錄音佢後咧格斯嘅。頂一季節對，頂一季節迄個錄音咯，錄音季後咧，我家己迄個 Apple Studio 迄個歌詞講互人聽嘛，講了季後啦，第二日早起我請伊來時，我胡思甲了佢。喲，你哦，係咯，我嘛客格掉嘢咯，無法度嘛，而家伊本唔是講攰胡啦，我唔是講佢啲胡唔係咩感情嘅物件，我 just 奇怪啦，是啦。會讀青鏡咧，笑入邊我會就錯掉講哦，呢隻名冇嘅了，其實我客格你胡嘅啦，而家我咪寫成詞啦，我邊有注意。because 我俾學業主佢就循環就係咯，循環咧，我俾線條糊嚟係嘛，我咪就要俾3杯線條糊咯，係咯，我 post Facebook 可能狂本我叫俾3杯線條糊嘛，我俾3杯線條糊嘛，喺你糊定是禮拜3撕嘅啦。哎呦，所以我就要糊橫住抗嘢咯就，誒，佢就撕咯，阿龍是你主要係咪數？我唔知。啊，是個都當時呢個話你胡啲咗多，可能講你胡啲咗多，maybe 上借胡啦。四年。我可能跑喺蝴蝶啊，我佢咪跟喺蝴蝶啦嘛，等陣我可能都看。喲，咁嘅蝴蝶啦。我成咁金夾一聲。你做咩寫落蝴蝶？哦。你來時就要出聲就冇被看到咯。OK 嚇。
你是唔是下落去？你虎馬上下落去，無嚟阿龍啊，但係嘅。你真係你冇講話，講你 camera 冇補出嚟頭，正所冇看到蝴蝶，呢個冇睇到。我蝴蝶是到我是冇看到你蝴蝶啊，成日講。啊，看到咧。因為但係你夾出來是你冇出聲，後所以你 camera 冇補出嚟頭，正所冇看到。究竟開到啊！嗯，講開到你啊，我落你啊。哦，你四年。了，淡薄驚咯，阿龍。我淡薄。到電嘅，所以有回嘅，一直有回嘅。三杯是 OK 啦，三杯。四杯 OK 有啦，ปั๊有ปั๊嗰啲實嘅嘢，有回嘅，有回嘅。ปั๊冇數啦。所以佢哋護士嘅啦，係啊。伊水上抓下。伊水上抓。冇啦，你死一刀了，我就夾去死嘅咋，我死前去啊，我咧個仔係水，我係可以兩三節咯，可以水啲循環咯，because 講伊水入邊可以循環性嘅，because 有 chlorine 你水係咪？你邊類嘅政府水嚟 chlorine 較濟數？你有迄個空氣可以像 bubble 出來嘅。我就是嗰時啲空氣數，特別我同你講啦，我冇佢哋空氣本身啦，我定一刀佢哋頭一刀死個了嘅，迄一刀，我對我3、4個月咗 at least 半年嘅嗰種，我唔是講一刀俾先你個了對嚟嘅，伊是有當時死一枚，然後佢就死一枚，佢就死慢慢死嘅嘛，然後我就計俾一枚係落去，你計係一枚落去嘅。because 好未長命個幾廿年無死嘅咋，應該社會無嚟，社會伊未講長命都路嘢咋。好，你長命本是啊，OK 1年啦2年啊，你估就係呢，所以一直都有留起有時，然後特別隔咗俾一粒妹先至嚟，然後佢一刀是一名死個了嘅咗，然後一刀第二刀我去俾新嘅戶之嚟啦，幫 Facebook 佢上聲音可能看咧啊，伊個只死個了嘅咋，我少時唔知係咪數咋。我看到啲戶啊，你又梅南西啊？唔知是唔是一啲空氣嘅數咧？伊無夠 oxygen 嘅時候，我未必要記。但是上抓對水，你是蝦米你湖嚟？水上抓會死嘅咋？冷天嗱，冷天冇可能上抓啦，依啲行唔係伊有 system 嘛，伊 aquarium。你是講 infiltration 係做水抓呀？特別即種四杯湖，四杯湖。我春秋裏邊，春秋佢潮嘅物件，春秋啲嘢咪潮嘅物件咯。伊水是冷嘅，唔是抓嘅。哦，我按你看過詞啦，咱四杯湖。伊是蝦米湖嚟？金湖啊？金湖對。金湖是只用詞喎，特別 normally。喂，你行咗你後尾我你到呢啲啊，你行咗一個惡食嘅物件，走黑嘅話，亦膠。阿三你黃水葵因為睇隻頭啊，你睇下。你行咗一個惡食物件刷過嚟啊！特別金湖 normally 是食有係你爸爸嘅。嚇。有啦，我去淘寶 order 你爸爸嘅，等你爸爸嚟了嚇。我隔幾俾錢我買嘅啲危害眾生啊嗱。我是似乎誒，佢哋人教我，because 我湖本是嚟食別久啦。然後佢我去問咧 aquarium 嘅人，伊講正人用 face cream 啦，人用係咪 lotion 啊，然後若是人去幫，你手清氣了。無啥無合袂，把你家使存入去。伊講 because 啊，你若是講，你面若是蝦米，甲你幫了啦，有淡薄油啊，人是看無，特別對迄個湖來講，伊會影響着，即個是伊講嘅啦。所以你我唔敢用手，我用物件，用物件可以啦，唔使用嘅手入去。because 有陣時你刷，假是伊物件冰啊，了嘛有陣時用手咁樣解做嘅嘛。對，我是春秋，到春秋去刷伊裏邊嘅。哦，未必未貴，你未必只有 lotion 啊，上面有開啲 chemical 啊是。我講，安尼貴咩？有影是刷掉去然後第二刀安尼解釋啊？未必有少 residue 到底下邊。有，我寫前期咯喎，我係寫個前期長注意將只刀啦，係啦，過後要注意佢循環啫。你冇咪諗晒學身上咩物件？平常時我 normally 是
市湖點聲啦，新湖尾對那些吼，伊浪咪拍頭佢係到暫時對，嚟可以跟住係你水裏面嘅，對，浪一嚟佢嚟背包嘅，放啲水裏邊嘅。路我嗰時做啦，我喺做本嘅，我嗰時背包係有，我如果我尾對那時，嗰時3、4點我未記，แล้ว我係咧我暗暝我個佢邊啊，你水落去嘅，伊有非常沉靜咯，啲裏邊，就是講一啲坐落裏邊，係咧你坐落是鋪啲嘅水裏邊嘅，鋪啲嘅湖岸裏邊，哦，一般是特別冇鋪本啊，一點落 oxygen 去。啊，有水有冇啦，啊，特別你 temporary 啊有啊，即係我，temporary 你攰爆面入碰碰嘅咋，嗰時碰碰嘅咋，你攰你坐落嗰時碰碰嘅，而家yangปั๊ม你面嘅是點啊？yang ibu 冇可能係你細妹嘅湖啊，特別路甜水哦，路甜水啦，幾那幾有啦，有佢啦，哋南西看的伊 angle 未夠，都係有水，啊，水就係有水，就係有水。冇啊，我唔是，有時講到十妹，你知啦，十妹裏邊時間內妹，我佢了解咗時間了咋，佢你是第二年嘅咋，你 last round 是1 kali 4 了啊？你 before 你俾4年咧？哦，我冇。我是我俾你講過以前冇試過，咩意思？姑姑試一杯，姑姑試一杯係咩啊，把路奇怪是真假，伊是，把路奇怪真假是伊是一杯一杯是，了小杯伊講咧，佢哋告訴這是㗎了。1 kali 4了。實到㗎啊，即係嗰是奇怪物件來，我諗咪講伊湖是唔佢是唔是路上嘅樹啦，是唔係？你看，會是而家正常嘅，正常佢哋正常。因為伊老啊嘛，因為煮細杯湖咧，伊名煮地。伊是看湖嘅 size 嚟講，伊 lifespan 嘅嚇，是煮細杯咧，有可能一個月以後就死去咗度，因為命是一個月爾嘅啊。你問我唔捌試過湖嘅，所以湖是有嘅，一道先是。那是講類湖底蛇啊，類湖別大隻嘅，伊類湖底。我俾妹啊，我其實俾茶妹嘅，我頭一道時，我成個教嘅就，我放白妹就食水咗，因為我所在小豬本嘅白妹。特別嚇，我記好我其實朋友講咗，你小你未識玩，你未識係白妹，你特別試過杯都夠了，安尼湖岸過杯都夠了誒。所以嘛，係啦，一般慢慢，我就冇講只，朋友掉啲，你買白妹都變咗啊，食掉啥妹就，所以嘛，放啲吹，你吹就，放啲可以一杯4個全個杯啊，我嘛放線我都冇數啦，我嚇人家跨咗所在。係啦，伊就慢慢佢就試挪杯啊，全茶杯咧，我之前你時候就講我暫時咪當做茶杯性嘅，忙做輪椅啊，喺呢個時係講咧就茶杯就試㗎啦，其實。Because 伊人講那是講你係小隻湖啊，伊湖會 stress，了 stress 了伊就較快死。有可能就是安尼有只隻安尼實而不嘅啦，有可能。誒，特別啦，嗱，你告訴你運昂啊，你告訴講咧運昂啊，佢哋拋裏面啊，毛毛菇嚟啊，毛毛菇，拋裏面。毛毛菇看毛毛菇，故意告訴講，咱咪免你地咯，毛毛菇。安怎？有地咩？冇地啊！冇王講啦，你聊嘛。切！我未冚大本啦就。我講拜拜。我講我第故意告訴乜之類嘅嘛？咪佢特晚時較早人起來講唔樣，我講故意告訴咧特別無來，就講好驚，無對嚟啊！你故意告訴講嘅事呢？見住 hot 誒，hot 咧，把你個 happen 呀！把你 apple 個 happen。哎呦，笑來講。OK，邊咧我冇咪食咯。OK，特別我即係講喺你是一個巴薩，社會巴薩。社會巴薩迄邊位是靠近檳城路，對啊，對。所以檳城路迄邊有一間老嘅真久了啦，開價了啦，係啦，開價了嘅啦，講起唔要緊，然後學到嚟嚇。伊是學掉嚟攞嚟名嘅，攞嚟名咧。然後咪講人佢愛做生意，人愛話去做生意啦嚇。然後叫我 invite 我去看啦，就好笑，我本身也好笑。然後人伊樣是搬走了，伊規間學掉，伊那邊是 flat 嘅，伊有房間，是嚟樓呢。啊，比伊有20個房間喺那邊。一樓20間，所以細間嘅。你看下可能去功夫節咩？快就嘢啦。特別奇怪就是有包搭喺那邊。OK，所以伊讓搬走4個月了，
所以有一個新嘅business I start on 一間啦，哦，所以是是俾用到呢啲所在啦嚇，係用到呢啲所在。แล้ว我唔知啦，我是參與人白白去看，แล้ว伊講有杜仙，入面有杜仙，แล้ว我唔知係咪杜仙，杜仙係咩嚟？杜仙啊，這我唔知係咩嚟，我參論咗就係去 review 嘅人講入面有杜仙，一個是 landlord 啦。一個是愛開店嘅人啦 ，OK， 然後一個是我啦，嗰一個是差唔多是朋友啦，我唔知是乜水啦嚇，然後我白白去看，然後到迄個店了，社妹阿妹問我妹講，係咪地方啊？檳城路阿妹這邊才出名，人叫嘅，我講OK。點啦，就不定無出聲咯，定。然後伊講，特別真濟房間，搬走4個字啊，特別入面佫剩真濟物件，迄地攬個了，個佇入面，叫人扣啊咪個，特別真奇怪。伊講叫我名啦，伊講，你會 feel 到入面當今真啊濟擺真濟物件。我講擺係咪？我開門啊，咱甲入去看，然後我就講。近年啦，恁爸都不看袂到，叫我去看。然後我開到啦，北京啲學得學正啊咯，然後落車咧，我到迄個門，係是在路還是參樣白白規定車去嘅。然後去到迄邊咧，伊冇開伊白鴿拖嘅門，塞幾頭頂啊！然後內邊個一個 padlock，個冚一個門嘅，就古早嘅 feel 嘅啦。上間你在個別店有迄個 spring 嘅門哦。入，你看你啦，我都真係淡薄刺激。accordion 嘅呢？對，然後一開入去呢，哇！我講入面有一個air，臭嘅air走出來咗，所以真common sense啦，就4個字無人大了嘅。然後我冇跨過入去伊門嘅時，我規身軀人就冷靜。แล้ว伊個這靚女也水咗，伊講講你看啊頭前杜仙到這邊，一邊啊個幾十仙啫，係咪幾仙佢？伊個靚女是 Christian 嚟嘅，แล้ว杜仙是咧豬八戒嚇，對啦，豬八戒。แล้ว我都講無奇怪啦，人哋都做這生意都愛做。哦，陣間他試過啦，白片咧嗬。白片，แล้ว我都淡薄講，刺激啊，唔知是心機啊，炒杜香味。嚇，แล้ว唔要緊啦，伊講咱行去後尾一間房間去開，去看看，愛安怎 renovate，然後叫我去 feel 看有啥物物件，無啥物件。無去後尾行是伊開火咯，開火個咯，fluorescent light 開咯。然後有咧是袂多啦，然後有咧是上個 on air，迄個 LED light 伫外口嘅咯，就好笑嘅咯，就是人點紅光嘅迄個 red bulb 啦。哈。啲外口搭你房間門嘅咯，真好笑嘅咯，即是講你 occupy 伊人就開燈嘅咯。哦，即係再講啦，occupy 人啲做條樹啦，成個 on air 開呢燈就起來。就是 on air，แล้ว行時一時人幾多間講我同我講一間朋友就講，喲，做乜後尾邊看到有人開紅火？安怎自己去開？都無人啊，都無人啦，安怎去開紅火？แล้ว自家人自己咧，個愛水講，有貴嘛？有貴哦。แล้ว我講，有啦三物件，แล้ว當然人當然是安怎愛行去後尾嘅時行去頭一間看，然後伊來落就點啦，無出聲。แล้ว我看第三間先咯，做咩事都係講第三間梅話。唔知我講我有 feel 到講第三間你去看是較清氣啦。哦，你是實在咧開出就是講第三間，你冇我就講第三間，冇嚇我冇介紹。然後我講叫人去看第三間，開出來嘅時候，我覺得講我覺得講伊有包搭入邊嘅嘛，伊包搭嗬紅險嗬會轉喎。隻喎，你睇咁多人嘅刺激咯，唔要呀嚇！嗰時候等我講咪偏家己先，個唔要你去看無規間房間是垃圾家，你會驚人嘅，แล้ว你會看到你啲地冧啊，食咖喱啊，係咪食本有嘅真？
搞啦垃圾就對啦。แล้วก็แล้วนั่ง我企到行出來แล้ว講聯絡講แค่นั้นแค่เอาไว้一間會看，แล้วสุ看埋基準咱就會使了了啦แล้ว我行去後尾看嘅時候，風險我唔知啦，啲我嘅 vision 入邊我是冇 vision，特別我會 feel 到講，頭前就是有走卡，嚇，一個影黑黑嘅，伊頭毛吼上加卡巴星嘅唔是卡巴，卡巴星嘅頭毛啊，你看 QQ 嚇 QQ 嘅時時卡卡徛喺嗰邊位，呀，嚇，แล้ว就是規身黑嘅徛喺嗰邊位就對啦。แล้ว我就你有感覺咁講嚇？冇啦，我點咧，我朋友我咪數讀話，伊講你看到前面有東西是嗎？我講我不知道，我都忙的，我看不到。แล้ว就是我看到咧，你講OK 做啦，應該伊本是看到。แล้ว然之後咧，我講看去頭前啊吼，看到對迄個圖線吼，迄個圖線吼。上加伊咧，多隻咧，迄個可能唔是伊嘅頭毛，是伊嘅毛來嘅。你有去幫伊咩？當你知伊嘅圖線咧行？看戲就會知啊。所以甲你講，甲你講你豬八怪啦。西遊記你看下，豬八怪一百噸個了嚟。你冇叫個二師兄啊？你看。係咩？二叔毛毛菇就是大師兄啊！係咩？แล้ว行有鳥甲你講 feel 到那邊 at least 有4個隻喺那邊。本是豬八怪啊！一間房間，唔是，我應該是查某嚟。แล้ว叫俾間水間伊就有來問我，伊拍電話過，對住我display 拍電話問我，伊講。都看到物件，我講應該是有啦。แล้ว我問伊講，到底你同佢愛誰來做下物件？佢適合無適合？伊講我問伊講，時時都愛做到啲 hotel，嗰時 Airbnb。伊講無，伊是講愛做做 baby 嘅物件。嚇！แล้ว我講應該是無受創咯，安尼看我甲伊講。แล้ว伊講即個物件。安怎請走？因為我，OK ，OK，第一是第二個故事了。然後我話講，你拍好一千人咯，一拍就唔使，唔使，就是邊領一千人嚟，伊怪 OK 啦，伊是主隻愛本，然後特別我唔知講伊真正嘅。伊 occupation 是係咩物件啊？我就講伊係厲害主隻呢，應該伊做中醫嘅。然後拍電話伊呢，喲好笑咯，伊起檔哦，係咪到啲電話起檔啊？嚇，電話伊起檔哦，成起檔咧，你看哦，你安怎知起檔？伊講迄個神話，講神話，講神話啲邊，哎呦，阿彌陀佛，我啲邊講起，伊開條 speakerphone 互我聽，伊講因為伊 call 我嘅時，然後伊個另外一隻 call speakerphone call 嘛，然後所以我會聽到伊講下物件啦，然後講了，伊講伊點樣？on that 迄個 language 咯，แล้ว我講我甲伊講，我講師傅，我講你講人話會使喎。我甲伊講我袂曉聽，我講我一個朋友袂曉聽，啊同佢安怎嚇，แล้ว伊甲 calm down 一下咧，伊講愛車會使，電視愛車，人愛看電視時間日子，甲了較好，甲會使車，毋過你附近店 at least 真正濟。有時呢卡，特別是互鬼大啲那邊位了。伊講袂使四山來，伊講。我人都講起淡薄仔啦，去給我會攞嚟人。แล้ว伊講 set on 拜字去，แล้ว無關我事啦，伊人家己拜字家己去哦。即係 coming 嘅拜字啊。即係 coming 嘅拜字。你個家都嗱晒，你一個家可以睡咩？你咪叫買睡北京。偏。cheap。
偏濟咯，偏正濟，偏正濟。แล้ว各位一個攞伊聯絡我過後咧，都叻啦，伊有拍電話來啊，第二擺打電話，伊講阿強啊，我相信你會看到物件，你會 feel 到物件，特別都問是所教我 customer 講咗，特別你嚟邊啲學勁講，我就講後邊我冇講那一件，但我每講，如果有幾件安尼款嘅物件，伊講濟咯，伊講社會頭一邊頭前位，準準嘅頭前有3層樓嘅，伊講我是有差唔多有10幾個月無睡就去了嘅，伊講來去看賣。喲，到時靠幫幾嗱嘅，所以我家己 feel，咁樣想實哇，這幾個數了，你係自己係幾些數嘅了，啊，你冇辦大本有啊，頭尾甲我講，而家你愛去看，你去翕片咪使講，哎呦，啊，謝咯。邊啲學勁嘅 drink 頭邊啊？哎呦媽！哎呀，媽！我驚。我正到我講啊！我嚟試笨。冇我正到所開嗬，有差唔多10幾件一粒過去。所以伊本是會叫你去看。入面寫抄了嘅，入面寫抄了嘅 heritage pattern 㗎了嘅。哦。所以有啦，伊講把隻愛開門一叫我去看看啫。就是安尼看過有哦。然後我就是真係好奇心嘅，就是講，我頭一擺去計了，安尼 I mean， 你頭一擺去咩？你點解冇去過啊？冇啦，係你是真有嘅啦，買嚟看啦。我哋講這是無樣嘅計了啦。伊人搬走去別位了，人搬走去別位了，了就是啊，可能。我每日特晚嗰人看到你開嘅時候。伊會有冚掉，還是冇去插嘢？冇冚，人去冚面水是就冚㗎了。唔過伊人嘅水嗰時好似種黑色嘅。哦，你覺得圓就第一眼咧嗬？對，有一個白點嘅，點咁樣就奇怪，佢哋是叫到外口嘅嘛，一個板一個木板嘅頭前位爾嘛。你奇怪，嗰有寫 number A1 B1 C1 啊，嗰啲 number 誒，人講有個誒，所以無人去開，伊 switch 㗎啦是 off 掉，但係一定是到。所以 switch off 特別定到。所以當然係等人講係叫人嚟清搬走了清理了，了較看叫 contractor 就去嚟卡房經門。你朋友坐落去是 because 伊知你會使給sense 還很難嗬。唔佢都叫佢哋愛累嘛，都叫我免累嘛，唔寫嚟看你嘛，愛寫嘛。你有安怎做啊？唔知有冇做過？冇啊，然後同佢一樣愛卡掉先咯。我是想就是有啦，我想就是有，還有我係頭痛，頭先都講頭痛啊，有只垃圾。我冇頭痛，我本就有啊啦。我係頭這邊我。喲！我揸白掉冇好咯，就對對那是當期嗬。唔係，我唔揀咯啦，我下邊做 recording。喲！是頭對邊慢慢行落個有聲啊，我學你話錄音，係兩個自己錄，我特地個考拍但係學人。我應該一句拖卡㗎了是迄個煙啊，咪。唔知係咩 rubbish， 我冇唔知就潮靈哦，你是講係你神敗狼？神敗狼喎，係你 CD 嚇，係咩河沙嚇，河沙嚇，係你我唔知有無啦，我就是在講嘢白搭正惡啊，唔是白色嘅。哇，嗰個白搭個啊，用白搭有試水鴛鴦嗎？四水鴛鴦對，四水鴛鴦四水鴛鴦嘛，喺那邊嘛，做伊嘅旁邊是冇講正大啦，總之係一個queen size 加一個旁邊，sorry 加一個 toilet。哦，安尼大呢，所以同樣樣就是愛卡掉架了咯，無法咯，成請走一個陽光性咯。แล้ว就是掉下掉嘅就是迄個。
很人唔知從忽然間講迄個什話，唔是什話，係神話神話嚇，嚇，不有好魔鬼場咯，古咋魔鬼場啫喲，嚇，然後就係隨看神話，咗係成我去 YouTube 隨看隨掉，按咗睇，按咗帶埋 YouTube，按咗 search 嘅 search。冇，伊是翻文是按咗拍背啊。唔是背，實際唔是講背，然後係人笑到半死，唔是嚇？係咩？翻文係咩意思？啊，普吉巴啦，嚇，搞到落海。Sanskrit。翻文都丁面。嚇，翻文是 Sanskrit 啊？誒，我笑咯，翻文唔是木嚟，唔是木嘛咧，唔是木。有見到你教我講哦。你個 post 人看。Sanskrit，tapi 人講嘅你神話，佢唔是 Sanskrit。伊淡薄 ，OK， 交杯我是聽出來啦。伊講嘅幾哪類物件，我捌聽過。伊是密宗即個教，密宗 Tibetan 嘅伊個教。哦，但係是 Sanskrit 啦 ，Tibetan。哈，了。係咪嚟？嚇！電話俾先。The Sanskrit language. 我聽 संस्कृतं भाषा Numbers. एकं द्वे त्रीणि चत्वारि पञ्च षट् सप्त अष्ट नव दश Greetings and phrases. 特別即係冇成個神話是起檔嘅時講嘅話神話冇成。講係咩？伊上個當 speaking 嘅呢？真係咩？伊講噶真係咩？你交杯伊在講，路在我是住哦。我嚟講，冇伊頭嘅，冇一直頭講係咩啊？伊講我是四大天王之一，即係真係關嘅神。四大天王，四大天王之一。係唔係你黎明㗎？你劉德華？唔是啦。天王是sakura 哈，哎，是唔是呀琵琶？是呀琵琶對呀河水啊呀河水啊，一隻個個粒嘅嘛，係咪？係乜？MC 係乜？哦，隻呀劍，多，隻牙尺啊，拖可能一隻牙尺，知唔知啊？牙尺。毛毛菇，他媽路唔是講伊是豬八戒嚟咩？冇，這是梅士呢，只看。梅士。拍電話係你，拍電話嗰關鬼係你人。講安怎去切掉係你洗手㗎了。安尼看，你冇講係你話啦，แล้ว有呢是嗱範文啊，你講 introduce 一個幾時去做嘅啦，แล้ว我能講佢啫啦，安看咯。梵文原來是 Sanskrit，然後被吹咩 ？Sanskrit 起檔啊，起檔叫做咩啊？我被吹阿莫話咩啊？起檔我都講啊 ，trans 啊 trans 是變性咩？冇，trance 哦這裡是 CE trans कृष्णाय वासुदेवाय हरये परमात्मने प्रणतः क्लेशनाशाय गोविन्दाय नमो नमः आपादमौलिपर्यन्तं गुरूणाम् आकृतिं स्मरेत् मनोरथाः श्रीगुरुभ्यो नमः हरिः ओम् वेदोपनिषत्सु यादृशं ब्रह्मस्वरूपं प्रतिपाद्यते इति विषयमधिकृत्य कानिचन वचनानि उदन्ते 我真係有聽，Q 買飯我都冇驚，自己聽。Sanskrit 是講老嘅 language。古仔印度就是用這個 Sanskrit 嘅吧，係 Sanskrit 嘅。尼泊爾嗰邊。哦，這是啲 mantra，Shiva mantra，這是咩歌？這是咩？哦，這我 double speak 嘅，我未叫我 double speak 嘅，double speak 咧。
这是做 yoga 是做下咧 Kama Sutra 啊，哈哈，哦，这是伊个迄个Shiva mantra，哦，做布拉达呀，yoga 咩啊，哈哈哈，得 OK， 诶，แล้ว介先呢，我就知吼，我就知，我个要去 interview 我一个 friend 了，伊甲我讲过呢，即幾個數我未記得了去啊！你講到伊講到 Sanskrit 嚇，我較想到伊個數，我不知道要去，未必落伊咪限時 translate，because 伊唔曉講福建話，伊是印度人。自己都是去ด้วย friend 嘅，ด้วย是，對啊，唔是，他只傾又講福建話，我講我只傾嘅是伊個，我係個嘅朋友嚟，伊真正。伊只幾個數誒 ，because 伊個爸是只伊一世人爸 forever 是想去掠幾你看嘛，所以如果細漢個大漢，伊在一百半暝是無地，就是去人叫伊去掠幾誒。我在伊只幾個數，所以上擺我頂到未講過幾哪裡互人聽咯，是講我未成日叫伊講過個了，我會記得 ，because 我真袂記啊，我會記是會記講伊一個就是講個 Masuri 咯，一個。頂到我 try 講過，冇講過我是差唔多是呢。伊 Masuri 是伊自己嘅，了我會記上伊 highlight 淡薄呢，咧伊就一出來呢，我出來就伊咧做呢意思吼，伊落去是成一隻人 boom 掂落去追，你看伊係已經 boom 起來，你看個了嘅。特別我未記啲啲，所以我講個冇咪 high 啊，所以我不知是我去每一個教人講過。佢就講過一道 repeat 一道唔使 ，because 有個人捌聽過。我會記是伊只上一時啦，伊只會記看到伊身軀，到底伊身軀會浮出來了，伊家己掉到伊只到啲厝頂去看落來，看到伊家己身軀啊，可能咯，係你out of body experience 呢。這哦，特別我未記，我唔知咩事，我未記人甲我講幾個數，我是未記嘅就。我會記曬你 highlight 幾點呢？嚇，highlight 幾點呢？我未記。個另外一個嚇嚟，before 啦冚底咁樣咩講？即係本是唔是記住即是到即係攞三禮拜那邊發生嘅事。嚇。嘅，因為我 follow 掉一間一個查某啦，佢本是 friend 嚟啦，然後佢伊本只一直follow 掉係感情嘅問題，即是對調伊嘅 case 啦，OK。然後伊本特日會拍電話我，甲我講伊嘅 problem 是係咩物件啦，然後我 try to calm me down，甲伊講。It's a relationship problem 係咪啊？relationship 嘅 problem，然後 OK，然後到好，伊方向個拔到另外一間大波，一間大波咧，伊是 one of 伊按怎做工那邊嘅即係 interviewer， 即係 interview 嘅人嚟，然後即間是伊是一間老官嚟，OK， 是呢引導嘅老官，啲人變靚嘅，即係後生，然後有淡薄歐巴碌嘅，然後我依度歐巴碌係咩？韓國人嘅歐巴碌，係韓國係嘅嚇，有電頭毛、Q 頭毛，我想會 Oprah Winfrey 嘅 Oprah，歐巴。歐巴 ，OK， 歐巴，แล้ว依度計講話，特特咩12點半就打電話嚟咗，打嚟咗到2點，然後我就坐住我朋友間就冇要淡薄 depression 咧，我就坐去介紹伊看老官了嘅，然後9點咧伊按食藥了嘅嘛，然後伊10點幾就食愛困迄個士兵嘅，即係困藥啦，然後伊12點半就打嚟咗。แล้ว伊有甲伊講，前個 friend 有甲伊講，我愛困了，我食藥了。伊講唔要緊，我甲你講話，我開你心，因為你有即個 problem relationship 嘅 problem， 感情嘅 problem。然後講，然後我朋友就感覺刺激，都算是有意思對我。特別我人 filter 過啦，伊前大波是有淡薄，伊是標友嚟嘅，我人會 confirm 啦。OK，so QQ 嘅咯，所以無可能都愛靠伊嘛。然後伊頭一擺就送花予伊喎，規波嘅花予伊。送出去。即間 doctor 送予。shit！哎呀，對。他們叫破坑哦，冇靠嘛。OK。你就送花，
伊度送花互請查某咋，朋友啦。然後伊度講啊，唔是我是patient送我啦，我送你誒。啊，不要緊，你也去，只是愛互你歡喜爾。然後過去過了無數過，個過了3-4日，然後請查某個在也還沒可以啊，也EO 就是 essential oil，係叫咩啊？還沒有咧嚇，係咧。朋友。香精油也攞罐可以咋，也攞罐可以不要緊。然後一個袋就係all 係 plastic bag，OK， 然後伊也可以是咩9點幾，然後伊也可以是冇落去講到會卡ตู้伊咯，講動嘅講到是只綠罐嘅嘛，冇暗嘅嘛。然後伊講係咪嚟？伊講你也去就對了，但伊唔敢看伊咯，伊也把酒杯看伊啊，請打包。唔敢呀，正白看。打波唔敢看嘢是雜波唔敢看嘢。唔打波。OK。然後也可以啦，伊無雙雙也對去啊咯。伊講唔知係咩物件嚟講，以前打波無解講會協調你嘅，會幫忙你嘅。你無也去，你伊看咧啦做攏唔知是係物件，你無去到伊厝啊，伊開出來伊講，安怎是精油喎？伊無看，安怎有做一個？紅光嘅物件喎，哈！你伊個講喎，伊個遲到去 Google 先，伊一個 brand，咩事啊？南西，係咪烘？伊烘啊！了，伊去 Google，伊講哇，伊講啊，真兩罐真貴嘅喎，真 branded 嘅喎，了伊就遲啦，伊個到對看，伊就拍電話我。伊講一間人送我即個油，了即按怎有作上啊紅光作啲邊嚇，了我講我就直頭解講，你慢甲我開，你慢甲我味啊嚇，你講也幫佢邊啊食，你驚啥光頭？你可能你嚇就是 exactly 咧，伊燒到對，伊個學辣椒浪，伊看好伊辣椒浪有時大粒作啲邊就是啲紅光嘅作。嚇！你依度真係無咁穩啫，依度去看好伊掛無少嘅喎，是開過了嘅。你伊也皮講去味，有，伊外口嘅掛，強了，伊味到夾節呢嗬。伊我甲伊講，伊拍電話早起來甲我講，蘑菇。我淡薄 problem 了，我講蝦米做？伊講我起笑了，我講做咩事起笑？伊講唔知有物件來甲我講，叫我去找一間大波，唔是找一間大波，找伊嘅 boyfriend，介本手。介紹咩？伊真啊 bad emo， 真啊假白。我講每講，我頭前問伊係咪啊？你只愛會？我每食要買，伊講食了，食了，伊講未 control， 伊講嗰時愛起笑，我講 OK 嘅，你去食誒，了你迄個油你放到咯，你做蝦米事喎？伊講無我就咩味淡薄呢，哇！伊講伊味淡薄咧，我就起講咧，我講同佢都放到咯，伊講伊放你袋咧位，聽我話啦，伊放你袋咧位，我講 OK 唔要緊，同佢都去外口夾夾聲，拍一頭者，咪做蝦米夾唔咪做，袂喎，一直頭落去，一直頭換車。去隨緣搭波小咩喎？隨意當劍嘅 boyfriend 啦。當劍 boyfriend 小咩？啲幾落大漢喎？喲，啲幾幾落大漢喎？小人嘅那款喎。แล้ว我都奇怪啦，伊早起9點幾卡電話啊，等個下晡4點幾嘅時，我卡到對互伊，伊啲邊號，伊講我唔知做咧，係咪物件？伊講當劍我 boyfriend 講我起小條光頭。แล้ว嗱。就好勢啊咯，6點幾請大波打電話來，doctor 打電話來，你有事喎，你心情較好唄？所以啊，是真刺激。然後 OK，但係你講你老公是 BRU 嚟啊？你講，呀，特別你講做咩事講嚇？嗱，之前大波呢，伊 before 2禮拜，我甲你講2禮拜伊解 contact 啦，係嘛？報名搭名12點半到2點可以啦，下解。特別伊隻查某仔伊是 QQ 哦，伊唔知，伊真係無路誒，伊無迄個 feel 咧。然後你特別女仔啦，唔過我人去看伊小英嘛。伊 group 伊上 Facebook 上面攏去八伊啦。
唔是免你碌去經老公主看一部花都會了嘛。你伊隔了嘅時候應該到只刺激嘅，有蓮花籽嘅。蓮花籽是咩嚟？係咩是蓮花籽？蓮花籽不要緊，有陣時你嘛是有嘅，你英國人連冇，伊蓮家正驚人嘅，伊蓮家正驚人。哦，就是你自己看到伊家裡，伊家裡翹翹，然後就冰。家裡翹，那卡住翹嘅嚇。特別你自己嫌疑啦，你唔是看到伊唔是成個。唔是，冇了。Of course， 我一人是未 convince 到伊嘛，了我就是愛 send 互家人看嘅嘛。了管下你查某嘅，但係你未看到你安怎看？係啊，我愛是係嘛。哦 ，OK，你可以 describe。別，現在冇上，OK，嚇，了，我講到啦而家嚇。冇你講，我下嘅。對，伊解講內裡拜咧，都就伊解講嘅話嘅了吼，是真 negative 嘅。伊解講，我介紹一個教互你，即個教會幫到你講，佢甲你斬桃花、種桃花。你愛買，我 send 互你一個 group， 啊，比如就是你站了你真歡喜嘅，你莫為到一個愛情嘅事對你無歡喜。我不是貴人來，我4個月之前我把你只家人分手，我真 down 嘅，所以我就是參加到一個教了，斬了桃花，我真歡喜，我無個再想伊了，嚇，斬桃花所以一點咪。針桃花，針了一桃花嚇，對，針桃花啦，人講啦，針桃花 ，OK， 所以事實講，你成日講到 boyfriend 是 girlfriend，你直接想嘢，你去做就一站喺對見去，你冇去想你 boyfriend girlfriend 嘅意思 ，OK， 對，了我針掉伊啦下簽，然後等我被寫起來啊！我知道我被針桃花係鬼啊！我講。即係特別什麼阿龍嘅實際好啊，阿龍浸桃花，嗰個正桃花個嚇，嗰個正嘅有啲浸啊，嗰個正嗰個浸，我別叫正嚇，我嫌桃花冇夠正，我別正。單啱正嚇，正嚇，嫌桃花冇呀，唔使，我 send 好你啦，喺你 WeChat。呀，你覺得佢比你要啊定？看你虎無事，你虎就配掉出來 attack 你啊！跳虎啲跳就 attack 你，格你搞啊！你成日做 SPA 時搞你開虎，突嘅呢？แล้วOK，แล้ว嘅節之間查某嘅 boyfriend 呢？之間查某嘅 boyfriend 呢度採去上廟咯，去邊位？佢 bless 了，唔知做咩啦，了伊個也好攞棍物件去咯，迄個essential oil 白也去咯，也去一直到迄個廟位呢，即是講迄個蒙啊，解卡破，了佢也去黑格掉。哦，你看咯，所以用即係 OK 就是較 OK 啦，了就是真係奇怪嘅，伊即個 doctor 定唔 call 伊講你 feel 啦安怎，你味啊安怎，你會較歡喜淡薄。你唔捌，你唔捌，你自己讀老官嘅啦。即係老官我唔捌，即係老官我唔捌。哦，你是成日伊就冇同你講開嘅時，就冇同你講小英咁樣啦。嚇，對，你 private 你叫啊，成日我係講。我你講人頭嘅嘛，對，你講同埋人頭好看。人頭啊，唔使講大郎姐。OK，佢你 private 你叫啊，而家。唔使講有小英下都叫伊姐。豬豬，唔使講，真係制白嘢咩？我唔計講啊。哦，嘅搞啊，師唔使講晒一個佢四人制嘅定嘅，唔使講點我話你記唔啦，我未使講，我哋發酵都叫未使講。你未使講呢個記物件啊嘛？你講法嚟嘅物件菜。OK， 冇少少就就別就就。有呢是人頭。阿龍阿 John 愛，阿龍本愛。阿龍嘛咧愛，阿龍愛 uncle 誒。冇啦 ，maybe 是我解題咩下，同我講嘅就冇可能。都未見過老官，都未聽佢講老官。一隻奇怪，見 doctor 有一個
哎，好一个 strange habit 哦，搭搭日去cinema 看戏喎，一人看10點鐘。有只人冇啦，有只奇怪咩？我有拄到安尼朋友冇，因是 no，你規一個禮拜內到 OK，但你啲檳榔，你搭日拜到禮拜都本去看，你看咩戲？哦，你上戲你 repeat 咗，maybe 去困，伊喺邊困。哦，這我不清楚啦，我不清楚啦，係啦，真奇怪啦，真伊真刺激嘅物件就對啦，係啦，所以伊即個油呢，我就是講，你味到呢，伊會互我 fans 起笑咗。冇開嚟味啦，外口味啊！伊無伊味外口呢，伊味外口，伊就是講看到伊做無燒嘅。一頭轉嘅掛會使一頭開了嘅，嚇！了根本到沙拉咧就是食其實你味過個濟喎，你個有我起過少嘅咯。哦，maybe 啦，你就是你把伊搭朋友本啊？啊，搭朋友我唔捌咧。啊！你伊本甲我講，伊着講頭啦，伊硬是着講，佢講賣去我迄大波咧嘛，賣我迄 doctor 咧嘛。啊，你看咯，了迄查某都無信，迄查某冇感覺着講，迄大波緣投本啊，迄 doctor 緣投本啊。誒，我未講啊，你人就捌聽過，是講在關係家用光頭來為惹人暑假，還是做學感情斷嘅？你看物件？有聽過呢物件，我本相信講有喺你可能嘅咋。我冇咩明白本咯，我是講，我唔知佢安怎解嘅，安怎做掉人暑假？你世界無你鬼怪怪嘅物件啊，特別有人做掉這個物件嘅喎。比成個我聽是成個講有咧，頂多是就有人講過本咧講。怎麼啲講個白講伊唔知是伊個查某水水上面咧是介意做，即係變做成隻老，就是什麼啲講嘅話，你可能告訴嘅，我未記，我都話到成日看啦，我聽佢告訴我是未記嘅。把這叫師傅起來啦，淡仔攏嘅師傅，伊是南方嘅嘛，南方都是有關係到上筆甲光頭嘅嘛。哦，冇意思。我去菠蘿樹嘅看，一個月嘅錄音館伊係起來哦。伊變做咱人嘢事咯，就出名嘅。對啊，本來好勁嚟先。繼續來，繼續講，繼續先。我係聲啦。哦，咦，真冇咩聲嘅，你聲淡仔，講嘅成個插鼻虎嘅聲呢嚇？我偷出來啊嘛，我冇用麥啊嘛。咦，你聲成插鼻虎嘅聲，你讀環境啊？冇啊，我上所就係我冇用乜嘢，我冇用款，我偷掉一款。別人講幾個數啊，是人講直接後尾一集啊，人幾個數，但應該冇講嘅嘛，邊啲好勁？我是冇俾明白啦，你計係邊樣咯？係咪啊？老冇講。我條小影樣啦。哦，你見到得咯誒？你看到我冇看到？冇啦，你看到啦，你看到啦，老種應該有了。嚇？咁就係嘅。iMessage ，iMessage 冇貴喎，真係冇看到。我冇看到喎。哦，我見啲。有啊，安怎冇接來嚇？哎呦，嚇死我啫！我看到 OK。我冇看到，我冇看到。唔是阿龍嘅嗲啦。哦，啊，即係冇咩像韓國人面呢？哦，唔是韓國人啦。我講歐巴。伊講伊歐巴碌係嘛？哦啦，伊是上一隻香港明星嘅可能。我老實甲人講啦，伊because我是大啲韓國人啦，伊唔是歐巴碌嚟，伊是日本人嘅面嚟嘅，伊唔是韓國人嘅面嚟，只叫。這個是日本面嚟，唔是韓國面嚟嘅。日本面啊！我人講歐巴是日本面嚟嘅，你講伊是韓國人，我冇相信嘅。你講日本人，我相信。冇，唔是，有歐巴碌嚟做家己歐巴。哇！伊碌伊genre啦嚇。伊淡薄成個閃人嘅面咧，淡薄。個閃啊！阿龍，我都冇看到，大佬。
冇未使看，未使这哈哈，你講十拉西面嘅橋，我眼看。啊！未使，咱團咱坐起啦，OK，伊成日淡薄閃人嘅面咧，我看伊看。伊上加一個香港嘅明星嘅面啊，反正。伊閃面淡薄，我看你目睭。Anyway，OK。我實際上都係面嘅，我實際上就面嘅，講仔伊面啊嘛時候。係啊，未使講你時候我仔伊面啊。喲，亂計8年唔睇啊！你係仔啊，你係查啊？亂隻衰嘅，買啦，我蒙古講買啦。特別伊做咩事？伊做哪個會相信安尼款嘅物件呢？伊對 boyfriend。應該應該伊家己係嚇，有本嘅嘛？冇，有本有個呢時候嚇。伊毋是 religious problem 啦，我感覺伊是伊家己，伊講伊本手伊真傷心，嚇，แล้ว伊去挖到一個台，伊是唔是會用？伊是唔是 share 㗎？伊一間對朋友查某嘅朋友講，伊家己安怎解去伊家己嘅一個掛伊嘅咧桃花去斷去。嚇，對。然後 maybe 伊即種伊即個教是專門講，我一個朋友冇成日看幫未去，有時伊講嗱，你夾隻攞罐油去學你朋友避啊對，係安尼款是唔是？嚇，是 something like that，你看啦。maybe 唔是就點會係？如果伊是比較有特別，你安怎會知呢？你是看伊個咧手呢咩？我別冇啦，伊 OK。actually 我誤會過一間查某，覺得伊個 friend 嘅伊個 circle 是安怎款嘅？所以就伊個查某是甲伊特別伊個，即係看查某無講袂靠伊啦。無出聲個，我 suspect 對，可能會啊，這本是我人猜到嘅攞病啦。唔過伊所發甲伊個 friend 甲了比較有嘅 friend 啊。講伊唔是愛靠伊嘅，伊唔是 BLU， I see，因為伊無成績啦，伊想講。特別有可能是係你日本咧，有可能是本咧，有可能是係伊就係參加有朋友咧。可能有嘅表嘅嘛，有嘅。就 especially 話啲都係 friend 有咧，就係有特別咪是 straight。你同佢以前有咁暗啲嘢碌嘅。係。暗啲嘢碌。我特別我冇。主演嚟。我樣就冇插講特別成日報 ，you know。所以人只 free spirit 安尼講。嗱，特別伊講過即句哦，以前查某有問伊講伊解釋吼，即間查某 friend 講，伊講講啊，我無記到伊個 script 啊，哎呀，你知哦，有間查某咩暑假我啊，咁2年我無暑假伊啊，特別下本嘅嘛，你參嘅朋友，嗱是我咪是有你朋友查某暑假包，我就無講咩，咪是講我是 straight 掉。無問題是。哎呀，唔知啦，可能我太 sensitive 咗啩，係啦。是講你 feel 就對啦，你個 express 嚇，你記得，嘟啦。暑假喺你打波呢？雖然有少少我哋字嘛，係咯，一能 OK，不要緊，就是講有少少。不要緊，แล้ว我ก็冇私信，我個去看伊個 Facebook，伊 Facebook 特你 post 啊。特你 post 啊！我甲你講有真嘅曖昧，講家己事嘅咋。maybe 參評會結束啦。哎呀，問佢個 Kevin 插伊啦，免插伊免插伊。我是會我較 focus on 伊係攞關油，所以伊攞關油係家己啦。佢個打破咧，打破咧，面是出來較濟個啊？冇比賽，人講冇比賽，就是這樣。即係我 boyfriend and girlfriend 尋我 friend 啦，佢尋佢 boyfriend，然後啲係你火種嘅級別，邊領會有一個上撥啊，哦，什麼迄邊嘅
上不，古早747富國邊啊，747當然有啲個嘛，747咪是喺你出去對面咯。佢慈濟嘅邊啊？啊，伊嘅邊啦，對，我慈濟嘅邊。我咪知得咯，是得咯，我上邊 Q 啊。嗰邊有一個上不嚇。YMCA 對面 ，YMCA 對面。YMCA 就啲銅鑼位嘅。Yeah。呢就是銅鑼。銅鑼。係 Macalister Road 嘛？呢是銅鑼咩？ Sorry。就咁啱你講慈濟嘅邊就對啦，嚇。慈濟我唔知道到路喎。慈濟嗰個藤啊，成咗just對面嘅。我等你，對面啦，成咗just對面啦。下邊有上暗咩？哦，你硬去攞對面啊？唔是，面是啦，上去啦。成咗just係特別下邊有上暗咩？面是上，實際是面是上咩？我冇，伊唔是講慈濟，講上暗啊！毛毛姑娘講上暗咯，上暗啦，上暗我在大陸啊。上暗意思就係伊Perak Road 下邊意思係你叫咩 Island Hospital 邊邊啊就落去啊，伊就啲多邊嘅是上暗。一條 road 叫咩 ？Pure Street 嘛 ，Pure Road 嘛。你知道一間咯？上暗冇講就係一間嘢嘛，意思會伊成日俾到啲 Perak Road 嚟啊 ，Burma Road 嚟，冇那時到啲到啲 Burma Road 是 one way 啊嚇。啊，對位，one way 是破地 key 破地嘛，所以 key 破地就按正手嘅搞嘅，伊個上暗 follow me 對面啊。英國你那邊有你講？我知唔知我家己人當邊教應嘅上暗嘅搞，所以而家去上暗叫人解下。冇，迄上。安怎老直直講話，特別我冇聽到聲。我冇講，我決定等你。哦，我驚咗咯，我想你舉個 attack 你拿拗。哦。我睇 attack 拍啲嘢咯。哎呦，嚇笑啊！迄個回想，佢伊講你家己 destroy 掉，佢很大部嘅也較大害破。你有冇講？你有冇想到這個問題？但我未記補充，就是講一破嘅時候冇比賽啊。冇比賽，因為依邊寫了是免費比賽，結果打出來冇免費比賽，啲 inside the plastic 啦嚇。嗱，咧喺度入去黑格掉，咧伊回想就講唔係黑格外口，黑格那邊呢，只是啲伊即個廟那邊呢，三百湯。啷把即個若是有幾個故事嘅時候，我特別較早報名同我講，你別講幾個故事，啊，無我是唔知講擺落埋落啊。然後做完啲一禮拜啊，時反正無幾個故事講起啊，是無幾個故事擺到就無落，啊，咯 skip 啊咯。特別我個在路上食，暑假聽幾個故事嘛，所以我特別去拄下一幾，我來講我講。我琴日去拄下一句啊，計起來原來學勁講話，講10幾年啊，講個時啊，無幾個事講個了啊。啊 ，recycle 特別有啦，毛毛菇就濟啊，毛毛菇常常冇線嚟幾個事嘅，你家己看到個影，我看到個影啊，較影貴較影個影嘛，家己看到講。我看到就夠食啦，然後個影者。啷這邊啊 ，OK，等我咱點名再看，這邊最捌看過幾個，看目睭看過，還是聽過、味過、感覺過。哇！哦，等我你講我是就人誒，就是博咸啲，我見啲我係鵝鳥，我記到鵝鳥冇目睭誒，冇面誒，別使講冇有咩？得這你冇講過呀未？還是別使講？講過啦。講過啊 ，OK 嘅。講過一道啦，我就袂記啊。係咪啊 ？remind 我就係我冇咩記我講嘅。漢都加拉誒，加大學誒。漢都加拉。像normal 人嗰嘢。哦。漢都加拉一個我是from 4點聲是嘅。And then 嗰一個是大 university， 所以就是我嘅 apartment 行落來是望啊嘛。USA 啊？看到上一個上一個白雲線嘅款嘅啊。我就冇咩記咯，咪記咩？
一个伊是小白粉线的款的 ，basically 伊是normal 人，哈呢白白面上个白粉线只漂啊，哈呢穿个护底啊，哈那啥，是白粉的人啦，都无想到哈物件，你都行过时哦，伊是行通过路。呀！你拎走。哇，你要。我唔知冇咩見嗰度講過，咩都特 Clubhouse 講都冇特別落 email 是講下。講嘢啊！哦，九沙字嘅，九沙字乜看過啊？唔白。琴日啦，琴日去除隻啦，你一時。冇。咁啲大家車可去幫你手。然後阿龍啦，阿龍你聽阿龍嘅幾個事聽盯住你擺，盯住佢知幾個事就聽掉咯。男仔 of course 啦。阿韓呢？我把你布佢傾條條邊咯，好唔好 ？Yeah, shit，有嘢咩 ？Yeah， 你 feel 到啊 now？ 我在都人 play 嚟Sanskrit 啊，哈。我淡薄睇你啊睇我。哦呀。是仙還是龜？唔知哦。哦。唔使話俾做 renovate 嘅事都係嚟埋。唔係。我做下面架成ที่邊㗎？咱去邊 feel 嘅一擺。呢個做咩啦？男生買呀，隻 Panadol 亂㗎啦，明隻 Panadol 去。伊是實在 feel 熟呢，想去看戲，然後老公特特自己看戲。feel 熟了嗎？我要看下，讓做啲 reaction 啦，讓 Clubhouse 上都訂呢個嘅 profile 嚟做安怎啊？就做 reaction 嘛。聊咯。我看，若是講咱捌看過幾個嚇，攏係咧骨頭人嘅，即我要做波嚇啫。看過 feel 過哇 ，OK， 第一人，等我 switch 位嚟看，攏變做骨頭人，哇 ，OK， 個係個走，個係個人係，個係個走，我梗係看到你。哦 ，Jules 不冇看，Jules 是別胖嘛，別胖，哦哈 ，Alan 是小背虎，伊驚啊，Jeffrey Tang。冇，沒事。劍湖捌看過咩？劍湖是伊邊啊咧，阿咧毛毛菇看到邊啊，伊驚。你無算啦，你是毛毛菇看到。伊徛到劍湖邊啊喎，啷個使起來講啦？起手起來咁樣講，咪是免地 episode 啦咯。我冇看到 Jules， 你別拍。你條威脅人啊，嘢事啊。 Jules 係點啊？叫人定咧，白鹿叫人起來講。白鹿本唔是嗲，OK， 點正磅。冇啦。Hello， 你咩事？我正常唔是喎，後生唔是一點講嘅咩？特別，咱講無面，講個句子咁醉。Will 話我嚟一下，Will 話我都同你新嘢啊嘛，你幾條床衫啊，當劍。Will 話我都幾條床衫啊？哇，白鹿啊，3條。白鹿嘛是減條穿一條床衫。一條呢？你把刀卡山你先嘛半條呢？你食屎誒底無情嘅嗬？你看，maybe 攞條咯，攞條啦 ，OK。佢會減個啦，佢會減個。哦，特別你咪成日話頂到都8條長衫喎，當劍減佢減咪成日算話幾%？減只隻咯，減20 kg。20 kg。哇，恭喜！恭喜！我慢慢講，哇！至於我梗係生氣咯，好啊，健康。我 from 18 kg 嘛，18 kg 啦嗬，然後I mean Friday Friday 係時去 hospital check 係時春84。哇！對條話咯，慘了，我去就背嗰陣，即係佢對條話嗰陣。我想是啊，我感覺就講應該是一個襟衫了啦，一背講骨帶衫了。較健康，但係見到你 lifestyle 你健康，work lifestyle 較好得到 OK 啊嘛，唔講愛衫買衫嘅，你唔是講為咗長衫做人。特別衫了我 feel 到講衫了較好超掛喎。我都夠氣啊！
嚇，我有去喎，我丹田甲會激。冇定到你要踢掉你丹田呀？我感覺到咯，我無力哇！你嗰個要實未掉伊丹田嚇是咯，卡掉咩？要卡掉伊丹田，所以你丹田未接嘅咧，你咪冇夠氣咯。對，即係阿涵會飽啊咧，阿涵。冇，你人啊 ，really 話 accept 掉埋 A 咯，唔要緊，加咪聽埋 A 咯。邊個是咁咪聽啊？伊無法度，伊就要聽啊，伊無法度，伊無通走嘅嘛。哎呦，突然間冇咁聽，冇幾俾掉重心嗰度。你睇呢時咪見到我問你衰啦，我代乜事撕掉啊？我撕我係重心等陣 OK，so 第兩咪起嚟講咩？個數咩？係條路啊。冇啊，我唔是我等條路 next topic 嘛。會使小蛋啦，但是冇人講咧，使小蛋啦，那時候就是地地俾你學習，古記古個數。Excuse me。但係啊，會咁意思。別拍梅，下面物件是丹田。丹田是 diaphragm， 人唱歌是用你 diaphragm 嘅 breathing。OK，diaphragm。你都冇記起來講。Juice， 起來講嘅幾個數，喂一個，佢未起來哦，無啦買咁大，佢未起來哦。係咪寫嚟？貓先，實就是人嘅貓，就是貓啊。我係貓啊，嗬，佢只陣就愛蛋嘅咯，伊會走風啊，嗬。走風啊，走水唔是走風。冇啊，伊無走水，走風。咩是走水？走水就是講伊起曉啊，起曉對。冇啊，伊講嘅嘛，起曉咪鬼。伊講咪睡覺無嘛，狗無睡覺無嘛。講嗰隻起曉嘛，伊個呼咯。有啊，แล้วว่าเราตัดเลยอาแม่อ่ะตัดเลยอาแม่ตัด蛋เนี่ย哎呦sen死啊，人愛困啊時啊，伊就啲亂了咯。แล้ว早起啊時伊就無愛蛋咯。係啦，伊阿妹是伴你，伊是走水嘛。你去開。安怎你咪出去驗？冇個話。我小細漢個呀。嘛，冇啦，唔是啦，本是大漢咧，是講白鹿個刺呢。哦。一video 啦。飲咗開後啲，伊video 伊鳥放伊去。OK， 買啊 juice 冇起來講啊 juice。OK 啦。I mean， 哦，講咩 ？What is 丹田？哦 ，OK， 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這是第邊咧學嘅咧，幾個數，把刀冇講下咯，幾個數能夠教我講啊 ，register 時教我講，佢話講幾個數，了時我教佢冇啦，做白了我哋啊，你講上句啊，我個自己個未記聽到個了，然後我個未記起啊，我比較 retell ，sorry， 有人成成只教講幾個數嘅。我是個聽幾個數，就是比較有人在講幾個數。你問講啊，英國中啊，無相信幾人啊，伊講嘅幾個數，我們就是個聽。伊在英國中，我 favorite 英國中嘅幾個數係咩樣？我冇估我面嘅講，啲 A 咩？白，冇阿球啦，唔係講，我好像聽一個講起條冷嘅數嘅，是愛梅嚇，因為有人梅講。梅梅話本啦嚇，講過講出條數。係你變性嘅，即是 transact 嘅 friends， 伊人去變性嘅。OK， 伊人先是 consider 學規則先。哦，what？這個數？嚇，因為這嚇，你講下陣。唔是啦 ，of course，意思講學雜貨規則先咧，會去變雜貨去，學雜貨規則。Not only that，有時講伊人reborn 嘅時，伊人 supposedly 是愛 direction 去，佢哋 mother 不當位是講，佢哋 baby 是 supposedly 是雜貨嘅，特別伊嘅 soul 是雜貨嚟。แล้วอีคีจิบฮีโอ้ซาลาtempat อันนี้意思 so when อี出來了อี birth 出來了แล้วอี就感覺到講 wow
我無暑假。人就是人咪是只 binary 嘅 society 咪成日看咯，打波是對，查波就是對咯，一半都是唔對咯。然後就是成講暑假打波嘅人，特別是查波，暑假查波嘅人特別是打波，所以變做 QQ 人就變做唔對。啊，對於人 binary 嘅世界啦，黑白世界，特別人嘅 sexuality 就 complex 嘛，所以。你看，你來講那些接鬼咧，那是講嗬，你再講是 straight 嘅啦，再講是 straight 啦，風險就出現是接鬼時候，講哇，實查某，係你去下你就驚啊你。OK， 所以係人格分裂咧，乜嚟知？但伊有去做 operation 嘅喎，這是叫。冇啦，係面講成阿 John 講嘅，伊會變做成阿講話是成阿查某，你看 maybe 伊人格分裂嘛，就唔是講就就是鬼入線本啊。掉本。掉本。人格分裂嘅聲未換啊！伊 different identity， 伊講話嘛是上些查甫聲，伊無可能變查某聲嘅嘛。Unless變聲咯，特別接鬼，我咪聽過接鬼人變聲係聲。你是琴網是會咯，琴網啊，係你話只驚老媽會變嘅嚇。琴網啊。你出來聲囡仔嘅聲，還是伊有迄個打波嘅聲，查波嘅聲變打波嚇。嚇，有上個 whoever you know 嘅 habit 嘅就。對，撇對，上外講咯，外講，外講，像一直講，伊是一直 pattern 啊，你看望起來是，伊本是將正，一個腳翹起來，然後頭安尼皮就現很。你阿上問阿龍啊，跟大話叫文米婆啊，福建話是叫咩？看望啊，大概啦，看望嘛。琴房媽就，唔是喎，唔是，死啊！依叫咩啊？我剛才講係你面件係你 action 叫做琴房啦。嚇，琴房嘅人是叫做咩？老實講，叫琴房嘅人 ，because 跟大話唔叫咩事咯，老官咪叫老官咯。即係就是講未講啦，未碰一啲幫曬掉，嘿。OK， 是但啦，我未記啦，topic 上面。OK， 感謝各位聽眾先聽，這禮拜講嘅正性啊，知道時候要知道做邊啲學嘅鬼故事啊，不得應該冇講啊。有時講啦，有鬼故事就嚟佢嚟講冇做啊，感謝，拜。I think 是比較上壞嘅事啦。冇啦，等揸第二 topic。冇啦，後季節就有啦 ，because 清明愛來啊嘛。話聲啊，有就講，冇就免講啦，明日逼。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下禮拜再見，拜。Bella, leave me alone. 哎呀，死！你是咋等嘅？反正我小 music 個未放知。誒，再謝謝啊！我哋謝謝等陣。啊 ，OK， 叫到買琴個。係啦 ，OK， 知道。哎呦，真係謝謝啊，真美。第二拜啊，第三道了。shit 啦。鬼買叫到琴個。我就係你琴網是 action 啊，你冷聲是叫做硬耳。我正看到伊，我睇到伊是硬耳，硬講伊應該伊是查某嚟嘛，所以伊唔是做硬講嘅，迄個伊是硬耳。哦，硬耳，哦，伊成個人機動嘅咧，特別伊是近網嘅 medium 就叫做硬。我嚟嚇，即係硬講嘅硬。我做緊冇得多嘅，硬講嘅硬。哦，我唔知喎，你講近網嘅人是查甫嚟嘅了。有查甫嘅咩？我冇看過查甫嘅喎。問米婆點解有問米公嘅咩？冇嘅咩？硬白。冇咩？係咯，冇啊！嗬，咱家就是慢慢跑嘅嗬。冇啦，查某嘅身體較硬嘛。嚇，較硬一樣屬於硬氣啊。冇查甫做嘅咧。哦，原來我冇講冇想到，這是查某 profession 嚟。你話硬氣咪就係當我係使做。OK， 咪講一咁上，你咪真嘅拜。
OK， 頂陣你話冇看到嘅 episode 到這邊為止了，這邊等於定看定聽伊講誒，了個若是講落尾講幾個事時候，咱會使報名，了個知不到個幾個事講，但是攏無咪看到幾個事，佢咪去拄一幾啊，夠來變嚟好勁講擺。